正所謂人生得意須盡歡，一世人總要住一次萬科啊！今日我哋嚟到福田最靚海景房之稱嘅萬科金域南灣。OK，呢個單位房間整面積一共係163方嘅，一共做咗4房2廳2衛一個廚房，坐北朝南嘅戶型，採光同埋通風係非常之好嘅嚇。而呢個單位最大嘅賣點就係呢個一線無遮擋嘅超級無敵海景啦，遙望我哋嘅港島以及深圳灣春筍啊！業主裝修一共等咗成80個 W， 將佢裝修成個現代偏美式嘅少少嘅裝修風格，可以做到拎包入住啊！OK， 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朋友，右手邊可以插支旗，後台私信我啦。咁係緊先，拜拜。